台中丰原庙东夜市边啊，收一间美容院，去互民众指控讲，这店家是关伊有智能障碍租囝入去消费，签一个20万的消费合约，目前煞是干那摕到5件保养品。市府就统计讲，这间店这2年来消费纠纷已经有64件，裁定这个20万的合约是无效的。后续嘛调查看讲，敢有违反消保法。3款洗面护肤的产品，外加2条送的护手霜。台中市一名35岁有轻中度智能障碍者，10号伫咧伊的妈妈陈女士陪同之下出面控诉，丰原庙东夜市边啊一间美容店家以送护手霜、免费做面服务，诱骗查某囝入来消费，搁再以无卡分期的方式签下购买的合约，一直到家长收到催缴通知书，才发现出问题。硬拉他进去，他才跟着进去啊，然后他就叫他签所有的一些资料啊，他回来也不敢说啊，然后等到我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说奇怪，为什么你被骗了？去互指控的店家早起游玩正常开门营业，而且准备伫咧电话卡招人客，对外界指控表示无回应。陈女士强调，目前收到融资公司的催缴通知书，载明逐个月要纳8334块，总共24期，大约20万块，批评业者无良心。市府是表示，这间业者小型的消费争议已经不是第一件。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交易必须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，尤其这种高额的，显然不是这个身心障碍者日常生活所必须。那这个部分，它其实可以法定代理人可以出面来主张说这个契约是无效的。台中市消保官强调，这间美容业者去年甲去年消费争议分别是31甲33件，向限制行为能力的身心障碍者推销，需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，会使主张契约无效。后续会调查业者是毋是违反消保法，若是争议量持续攀升，会使以消保自治条例伫咧门口打警示公告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